各位兄弟姊妹，我係徐錦耀神父。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復活期第5主日嘅感恩祭宴。我哋嘅主題好靚嘅，你揾嘅耶穌就喺你身邊。我呢度有兩句說話好少引用，縱然乃在你雷間，陸游嘅，佢話真正最重要嘅說話係喺鄉下，係喺啲普通百姓嘅口中同埋生活中。如果你揾春天，其實春天根本就係你屋企門口。我推薦大家將今日嘅道理俾你哋嘅做政府官員嘅朋友，俾佢知道咩叫做民意，咩叫做為人民服務，唔係匿埋一個即係好靚嘅溫室裏邊做嘢嘅。呢個陸游嘅睇法，亦都係中國文化嘅精華嚟嘅。你揾嘅耶穌根本就喺你身邊。好啦，我覺得做人一定要記住呢3大點：積極、快樂、有用，咁你就健康噶啦。用虛心去迎接生命嘅大道，用神貧去聆聽天主嘅聖言。你每個星期為天主付出1小時，天主報答你168小時。好，請大家喺呢1小時裏邊完全放鬆自己，同埋放低一切，只有你同埋你嘅天主。我哋一齊念進台詠。你哋應如初生的嬰兒，渴求屬靈的純奶，為使你們靠着他成長，以致得救。阿力路亞。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聖神嘅恩賜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彌撒最重要嘅部分唔係天主聖言，係懺悔禮。只有懺悔，真誠嘅懺悔，先至能夠明白天主嘅聖言。仲有記住，呢度係大自然靈修，天主無所不在嘅。仲有，你真係要相信我嘅話，對大多數人嚟講，信仰同生活係唔係脫節？我琴晚加多句，係嚴重脫節嘅。嗱，我今次將呢個圖放到最大噶啦，希望你哋定鏡睇一睇，逐項睇一睇，睇你自己信嘅同埋活出嘅有啲咩差距。就係我哋發上疼痛悔，求天主寬恕我哋有心或者無心嘅過失。上主，你奉命嚟拯救懺悔的人，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你來召喚罪人，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你在天父面前為我們轉求，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願全能嘅天主垂憐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阿們。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我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聖父，我們為了你無上的光榮，讚美你，稱頌你，朝拜你，顯揚你，感謝你。主耶穌基督，獨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者，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坐在聖父之右者，求你垂憐我們。因為只有你是聖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無上的。耶穌基督，你和聖神獨享天主聖父的光榮。阿們。請大家祈禱。全能永生嘅天主，你既藉聖洗重生咗我哋，
求你使悅與奧蹟喺我哋身上日趨完成，並幫助我哋在你恩寵嘅保佑下結出豐盛嘅善果，得享永生嘅喜樂。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同埋你及聖神係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們。天主聖言能夠潛移默化我哋嘅生命，因為佢係生命之律。呢個生命之律有佢本身嘅規則嘅，你按照佢去做就萬事大吉，你違反佢，你就會遇到厄運凶。好，請大家好好咁聆聽呢個生命之道。恭讀宗徒大事錄。那時候，門徒漸漸增多，希臘化的猶太人對希伯來人出了怨言，因為他們在日常的供應品上疏忽了他們的寡婦。於是12位宗徒召集眾門徒說：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檢定7位有好聲望且充滿聖神和智慧的人，派他們管理這些事。至於我們要專務祈禱，並為真道服役。這番話得到全體的悅服，就選了斯德望和其他6人。天主的道漸漸發揚，門徒的數目在耶路撒冷大為增加。上主的話。感謝天主，請大家靜默片刻，默想上主啱啱同我哋每一個人講嘅話，亦都感動我哋。答唱詠。義人，你們應向上主踴躍歡呼，因為正直的人理應讚美上主。你們該彈琴稱謝上主，彈奏十弦琴稱頌上主。上主，求你向我們廣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因為上主的言語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為都是信實的。他愛護正義和公理，他的慈愛彌漫大地。上主，求你向我們廣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恭讀聖伯多祿前書。親愛的諸位，你們接近了主，即接近了那為人所奔棄，但為天主所精選、所尊重的活石。你們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成為一班聖潔的司祭，以奉獻因耶穌基督而中悅天主的屬神祭品。至於你們卻是特選的種族，皇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上主的話。感謝天主，希望大家能夠將天主嘅話刻在自己嘅心中，雕刻。福音前歡呼，阿利路亞！阿利路亞！主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阿利路亞！
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若望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若望福音第14章。嗰陣時，耶穌對門徒話：你哋心裏不要煩亂，你哋要相信賴天主，都要信賴我。喺我父嘅家裏有好多住處，我去原係為俾你哋預備地方。我係道路、真理同埋生命，除非經過我，邊個都唔能夠到父嗰度去。你哋如果認識我，亦都就一定認識我父。而家你哋已經認識佢，並且已經睇見佢。斐理伯對耶穌話：主將父顯示俾我哋，我哋就心滿意足啦。耶穌回答話：斐理伯，咁長時間我同你哋在一齊，你唔認識我嗎？邊個睇見咗我，就係睇見咗父。你哋唔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我對你哋所講嘅話，唔係憑我自己講嘅，而係住喺我內嘅父做佢自己嘅事業。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基督嘅福音。基督，我們讚美你。如果聖經係天主此時此地對我哋每一個人講說話，耶穌呢一番話同我有咩關係啊？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你相唔相信你應該在基督內，基督亦都在你內？我哋在父內，父都在我哋內。我哋信唔信？呢個先至係我哋嘅信仰，真正嘅信仰。斐理伯，你見到我就係見到父。仔仔，你見到我就係見到天主。你咁夠膽講？83歲啦，做咗55年神父，我越嚟越鍾意逐隻字咁樣睇聖經。我唔放過任何一句說話。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呢個唔係我哋咩？應該係嘅，因為天主嘅話唔係2000年前嘅故仔，係今日對我哋每一個人講嘅，係愛情嘅分享、生命嘅分享、心靈嘅溝通。我講嘅話唔係憑我自己講嘅，係住在我內嘅父，係住在我內嘅基督。我諗所有父母、老師，特別神父、修女都應該相信呢句說話，講呢句說話，做呢句說話。好，進入今日嘅主題。我真係希望你哋推薦嗰啲政府官員，包括咗特首，我哋去唔到北京，在香港，推薦佢哋聽呢篇道理，讓佢哋揾到乜嘢叫做為人民服務，為群眾服務。我哋所揾嘅耶穌就喺我哋身邊，就喺我哋左右，就喺我哋心中。最好嘅說話係喺最平凡嘅細圈鄉下裏邊，里雷間，我哋揾嘅春天，其實喺家門口嘅。我會詳細解釋。專務祈禱為真道服役。我哋係活石，我哋係屬神嘅殿宇，我哋就係、我哋係聖潔嘅司祭，我哋係祭品。睇見咗我就係睇見父，
因為我在父內，父在我內，住喺我內嘅父做佢自己嘅事業，一個大生命。我好鍾意呢今次嘅道理，讓我哋放棄天主嘅聖言而操灌飲食，實在不相宜。至於我哋要專務祈禱，為真道服役。我成日講分享聖經係好重要嘅，不過點樣分享係更加重要。唔係求其就咁分享，係抄下聖經就得㗎，唔係。聖經係生命之言，佢講緊今日嘅真理 ，here and now， 同我哋每一個人講嘅，專務祈禱同埋為真道服役。主教同埋神父係要重視靈性嘅生命，終身嘅執事係重視物質嘅生命。喺呢個世界上，靈性生命要加埋物質生命先至係圓滿嘅生命。目的就係天人和合一，人類合一，而且我哋教會要做合一嘅標記，睇到我哋合一嘅，唔係分裂嘅，唔係嗌交嘅，睇到我哋係合一嘅。神父與神父之間，修女修女之間，教友教友之間，神父修女教友之間，夾埋一齊係一個合一嘅標記。如果唔合一，創造合一，推動合一，呢個就係教會嘅本質，唔係淨係去下聖堂聽彌撒咁解，唔係我話唔使啊，係唔係？所以地球是我家，我和教會建設它，呢個係我一直都會講到唔識講為止啦，講到冇聲音為止。所以我讀中國嘅《論語》或者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係啦，我哋要由修齊治平、格致誠正，升華到平治齊修、正誠致格，即係話唔係由修身開始，慢慢齊家之後治國平天下，唔係一步步嚟，唔係，係全部一齊望住天下太平去治國，望住國家嘅繁榮去治理香港，望住香港去齊家，望住家庭去修身，唔係淨係獨善其身嘅。窮則獨善其身，大則兼善天下。而正誠致格呢，呢個格就格物，物理嘅認識，即係物質嘅認識，世界嘅認識。致知致良知，誠意正心。呢啲係最後嘅，望住最重要係天國，係大同，係世界大同，一步步嚟。呢個就係我哋胡振中書記俾我最大嘅啟示。我成好多道理係嗰度嚟嘅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思想一定要全球，做任何單一嘅事都係為咗建設天國。任何事件，即係呢間房，任何一粒螺絲釘、一個光管，任何一樣嘢都係為咗使佢能夠錄影我哋嘅提前嘅彌撒，全部有一個目的嘅。連一螺絲都係一個目的嘅，呢塊布有個目的嘅，呢本書有目的嘅，係全部有嘅。最大嘅目的就係平天下，就係天國，就係世界大同。然後咧，我哋就治國咧，成個國家係我哋促進世界大同嘅。然後我哋嘅家庭都係為咗世界大同，個人都係心存千秋，即係歷史繼承歷史，就能夠面對目前嘅工作，胸懷全局，然後可以經絡一方，連掃地吸塵都係為咗整乾淨呢間房。你哋接近咗主，你哋都就成咗活石，建成一座屬神嘅殿宇。
成為一班聖潔嘅司祭，而奉獻因耶穌基督而頌悅天主嘅屬神祭品。我嘅聖殿係乜嘢？喺呢度講過2次最少。藍藍嘅天空係我嘅聖殿嘅圓頂，綠草如茵係聖殿嘅地氈，流水淙淙係聖殿嘅管風琴，蟲鳴鳥語就係我哋嘅合唱團。我哋嘅生命，我哋嘅辛勞，我哋嘅喜怒哀樂成敗得失，生老病死加埋一齊就係我哋嘅祭品。呢個德若瑟神父講嘅。佢有一次去到大西北，佢係考古學家嚟嘅，唔記得咗帶開尼撒嘅用具。佢話今日我要做一台曠古絕今嘅彌撒，佢就講咗嗰啲嘢啦。成個地球都係祭台嚟嘅，我生命就係祭品。德若瑟神父發現咗北京人嗰個人類學家。我唔知點解我啱啱升神父已經有一個學校嘅秘書寫咗啲對聯，就好似呢啲咁嘅呢啲字俾我。滄海日赤城下，峨眉雪無客雲。洞庭月蓬萊煙，瀟湘雨舞兒風。廬山瀑布，合宇宙奇觀，舉唔齋壁。即係我間房裏邊咧，周圍都掛住呢啲咁靚嘅畫。滄海日赤城下，峨眉雪無客雲。仲有好多書，咩書咧？就係少陵杜甫嘅詩，摩詰嘅畫，王維嘅畫，左傳文，馬千里，司馬遷，薛屠堅。唐朝有一個女，一個文學家女仔嚟嘅，佢寫信係用啲粉紅色嘅信笺嘅。好啦，右軍帖南華經，雙元賦屈指離騷，將所有嘅全中國古往今來嘅名著放在山窗，自我山窗。我頭先講耶穌喺我哋身邊。我唔再提呢啲，你淨係睇下呢啲，有日有月有雪有霞有雲有煙，嗰度有啲解釋嘅，你慢慢自己睇。有雨有等等等等等，我呢個叫做視通萬里。你睇晒全部嘅名畫咧，你睇到成個當時嘅中國就係當時嘅世界，視通萬里。個視野好廣噶，哇！係唔止呢間房嘅，唔止呢間屋嘅。唔止呢個家嘅，唔止呢個鄉下嘅，甚至唔止呢個國家嘅，視通萬里。仲有呢啲書、詩、畫、文、簪、史、帖、經、賦、離騷，讀多啲書，思接千載，你嘅思想接通晒成個嘅歷史，承先啟後，思接千載。啱啱錄影之前，我諗起我點解能夠喺中國對唔住講句説話，縱橫咗幾十年，由1988年開始走遍國內大小地方75個，由北京、上海呢啲大都市，到拉薩，到烏魯木齊。甚至到一個地方就獦獠溝，你聽都未聽過嘅；老學口，你聽都未聽過嘅。大大小小地方，點解能夠由1988年到今日？理由因為我熱愛中國文化，熱愛中國土地同埋人民，我推動道德教育。中國政府可以諗一個熱愛中國文化嘅神父，會唔會係叛國呢？應該唔會嘅。一個推動道德教育嘅教育家，對國民有冇幫助？好有幫助。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實聖經就係指呢啲嘢㗎。我哋要為聖言服務，聖言就係生命之道，聖言一定包括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要由大到細，唔係修齊治平，係平治齊修。我哋嘅生命應該視通萬里，思接千載。咁嗱，你哋定一定鏡咧，你就知道呢啲咁嘅咩蒼海日啊，又點解㗎啦？我就喺呢度唔解釋啦，你自己欣賞一下。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好鍾意中國有呢啲咁豐富嘅遺產，咁豐富嘅資產。我呢啲嘢大部分好多地方我去過，好多書我睇過。我係道路真理生命，邊個睇見咗我就係睇見咗父。我對你哋所講嘅話唔係憑我自己講嘅，而係住在我內嘅父做佢自己嘅事業。生命講到最深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最深處係生命嘅最深處，無論你係蘇格拉底、柏拉圖或者老子、莊子、孔子，一樣係追求點樣活得積極，老得順服，病得開懷，死得安樂。不信人間有古今。信仰落到最實處嘅時候，真係落落實實同生命結合嘅時候，唔信靈修有差別嘅。天主教嘅靈修、基督教嘅靈修、道教、佛教嘅靈修，甚至無神主義者嘅修養本身就係靈修嚟㗎，你知唔知？修養本身就係靈修嚟嘅，冇乜差別嘅。我好中意呢兩句，最新發明嘅。生命說到最深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信仰落到最實處，不信靈修有差別。一個人越屬神，就要越屬人，有人性有人味。但為咗更屬人呢，更愛人，覺得更深、更濃、更徹底、更無私、更純潔，就要更屬神啦。所以我哋講話嘅時候，唔好話淨係愛主愛人，要講乜嘢？要講在主內愛人，愛得更濃。如果係咁話咧，你在愛人嘅時候咧，你會愛主愛得更深嘅。因為愛主愛人其實係一件事嚟嘅。你對我最小嘅兄弟做嘅，就係對我做。如果你唔能夠愛嗰個見得到嘅兄弟，你點能夠愛嗰個見唔到嘅天主？就係咁解嘅。陸游病咗嘅時候，佢話幾年雷病臥家山，係翻返鄉下。木樹樵夫日往還，我日日都同埋啲斬柴佬一齊傾偈啊，一齊交往。至論本求偏簡上，啲崇高嘅道理應該喺廟堂、喺朝廷裏邊、喺啲唔知咩大學裏邊揾嘅。但係其實真正嘅忠言係喺鄉下裏邊嘅，忠言乃在里雷間。我真係希望啲做官嘅明白呢句説話，陸游嘅話。遠在西周嘅時候，2500多年前就有專門嘅採絲官，佢哋每年嘅春天、秋天都手搖木鐸，到各地採集民謠，而體察民族民情、政治得失。如果我哋做官嘅全部都係咁樣嘅話咧，出身於基層，即基層投入基層，關照基層，呢個世界會好靚嘅。信於初堯，向嗰啲割草斬柴嘅樵夫請教。哎呀，先生，究竟你哋需要乜嘢嘢？向佢哋請教。有一個人日日不斷去揾春天，見唔到春天，對鞋都穿咗窿啦，芒鞋踏破龍頭啊！佢有啲失望，返屋企，屋企有棵梅花樹。一摘梅花草好香嘅，原來春在枝頭20分，春天根本就喺枝頭。我好想提醒大家，如果在上者唔向在下者請教，如果富國唔知窮國嘅苦，你揾唔到基督，你揾唔到基督，你揾基督係你幻想出嚟嘅基督。
最後審判嗰句說話好清楚嘅，公審判唯一嘅標準，我肚餓你俾我食，夠唔夠清楚啊？我肚餓你俾我食。如果在上者唔理在下者，如果富國唔知啊，連知都唔知窮國嘅苦，你揾唔到基督嘅。嗱，我唔係講政治，不過提醒大家，即係電視又有講，報紙又有講，教宗自己講嘅，雙手沾先知者，耶穌不聆聽佢嘅祈禱。咁啊，詳細情況你自己睇啦。啲紅事間咗嘅，就有20個基督教嘅牧師啊、主教等等嚟祝福佢哋嘅首領。而教宗就講呢句說話啦：雙手沾滿先知者，任你幾多人為佢祈禱都冇用。後來佢仲話要將人哋打回到石器時代，佢話呢啲說話係唔應該講嘅。呢個就係我哋嘅教宗梁14。在上者要明白在下者，富有者要尊重窮嘅，富有嘅國家要知道窮國嗰種淒涼，咁先至揾到天主。所有父母都希望家庭和睦，天父一定要求天下一家，一定冇第二個願望噶啦。如果你訪問全球今日嘅82億人，縱然賴在里雷間，喺鄉下，喺老百姓當中，你訪問呢啲老百姓20億人，我諗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一定係佢哋嘅願望，一定係全人類都想太平嘅，全人類都想天下太平嘅。我覺得係啊，縱然賴在里雷間，亦都一定係天父最大嘅願望。人類建設呢個地球大家庭嘅努力，其實就係賺天地之化育。其實基督係我哋嘅合夥人 partner。你話基督喺邊度？你使唔使揾基督啊？基督根本係你身邊，同你一齊建設緊呢個世界，建設緊天國。所以天主就喺身邊。嗱，我真係希望你哋真係將呢篇道理，或者你自己消化咗，同嗰啲做官嘅人講。如果你唔照顧基層嘅人，如果有錢嘅國家唔理窮國，甚至為咗賺錢不惜發起戰爭，教宗佢好惡㗎呢兩次。雙手沾滿鮮血嘅人，亦都唔聽祈禱，任你有主教啊、神父、教宗為佢祝福都冇用㗎，冇用㗎。係啊，你嘅生命就係自己嘅祝福或者詛咒。善生嘅一定善死。喺地上建設天國嘅人一定上到天堂。當你喺地上建設地獄嘅時候，你嘅歸宿我唔敢講啦，天主知。係啊，呢個係我嘅信仰。執事的成立的原始理由是宗徒們對自身使命的反省，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至於我們要專務祈禱，並為真理服務，為真道，為聖言。所以唔係成咗一本白紙黑字嘅書，係裡面嘅真道，而最大嘅真道就係天國。The primary reason for establishing the diaconate came from the apostles' own reflection on their mission. It is not right for us to neglect the word of God, to serve at tables. We will devote ourselves to prayer and to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而真道中的真道，就是耶穌3年傳教不斷說的天國，天主之國，一個以天主為王的國度，一個以神愛世人。天主這樣愛了世界的國度。At the very heart of this word lies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at Jesus preached throughout his 3 years of ministry. A kingdom that belongs to God. A kingdom ruled by God. A kingdom defined by God who loves all people. A reality where God so loves the world. God loved the world, not the believers only. 唔係淨係愛啲信徒，係愛全人類，古往今來嘅全人類。耶穌建立教會，就是為了找尋一個志同道合的有心，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心人、有志的人、有力的人，去做天國的工人、天國的哲師、天國的工程師。Jesus founded the church for this sole purpose. The only purpose is to find like-minded, willing, and courageous people to become workers. Architects 则是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of that kingdom, to build that kingdom. 这天国其实是个大生命，一个在天主内的大生命，一个被天主圣化了的大生命，是我们在基督内，基督在天父内的大生命。The kingdom is indeed a great life within God, a great life sanctified by God. It is the great life in which we are in Christ and Christ is in the Father. So we are also in the Father. 这大生命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基督的奥体，葡萄树。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他是葡萄树，我们都是枝条。这跟中国人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点点相似。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great life is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or grape tree. Jesus is the head, we are the limbs. He is the grape tree, and we are the vines. This is very close to what Xi Jinping said. Our world i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same future. 耶稣曾经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不相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们敢不敢向我们的孩子、学生、教友说同样的话呢？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Whoever has seen me has seen the Father. Do you not believ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s in me? Do we dare to say the same to our children, our students, and our parishioners? 好啦，真係好鍾意今次呢篇道理，特別我希望在上嘅人，天主俾我哋一個本分，做官嘅、做總統嘅，唔知做咩嘅，係一定要明白天主嘅聖言。天主聖言嗱，記住嚇，唔係聖經嚇，唔係一定要信天主教、信聖經。聖經係生命之道，生命説到最深處，記唔記得啊？不信人間有古今。靈修去到最實處，唔信有咩其他唔同宗教嘅分別。最深嘅深處就係人心，最深嘅深處就係天主。無論你係咩人，你進入到生命嘅最深處，靈修嘅最深處，你接觸到天主，接觸到基督，基督其實喺我哋身邊嘅。你對我最小兄弟做嘅，就係對我做嘅。純潔無瑕嘅虔誠，就係照顧患難中嘅孤兒同埋寡婦。當你好好地照顧啲病人、孤兒寡婦嘅時候，呢個就係對天主嘅虔誠，而且係純潔無瑕嘅虔誠，唔係為咗得天堂嘅虔誠。佢本身就係純潔無瑕嘅虔誠。我覺得聖經呢啲話係好靚嘅，希望大家相信我。係啊。你可以將你嘅生命全部都變成靈修，衣食住行、瞓覺、做嘢乜都好，係啦。念好每句經，做好每件事，
食好每啖飯，瞓好每個覺，全部都係靈修。好啦，我哋一齊念宗徒信經。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因聖神降人，由童貞瑪利亞誕生。他在比拉多執政時蒙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他下降陰府，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他要從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我信聖神，我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的相通，罪過的赦免，肉身的復活，永恆的生命。阿們。讓我哋為我哋所愛嘅人同埋所關心嘅世界祈禱。請為教宗良祈禱。上主，求你祝福教宗，賜給他健康和智慧，讓他能幫忙修補世界因政治爭拗和戰爭而產生的裂痕，並帶領世界建設天國，使世界變為人人平等、國國平等、所有宗教都平等的天家。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為全世界凡有中華人民居住的地方祈禱。上主，求你使所有這些地方的國家和人民都能蒙你祝福，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為中東戰火下受苦的世界祈禱。上主，求你祝福這世界，讓軍備只為國防，財富只為建設，科技只為造福全人類，並堅信只有共同安全才是真安全，只有世界大同才有全人類的真幸福。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為我們的主教周樞基祈禱。上主，求你祝福他，使他能帶領香港教會愛主愛人愛教愛國，在主內更愛人，在愛人時更愛主，並早日促成中梵建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靜默片刻，為煉獄靈魂和各自心中的意向祈禱。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以上所求，係靠我哋嘅主基督。阿們。上主萬有嘅天主，你賜俾我哋食糧同埋飲品，我哋讚美你。我哋將呢個麥麵餅同埋葡萄酒呈獻俾你，佢哋都係大地嘅產物，亦係人類勞動嘅成果。願佢哋成為我哋嘅生命之糧。願天主永受讚美。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哋祈禱，望全能嘅天主聖父收納我同埋你哋共同奉獻嘅聖祭。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嗱，真希望大家記住呢句説話，係羅馬書嘅，記住，永遠都記住。獻上你嘅身體當做祭品，你嘅時間、金錢、才能同埋愛心都係天主賞賜嘅，還返俾佢。天主，你藉此神聖祭獻嘅交換，使我哋分享咗你唯一至尊嘅天主性。我哋既然認識咗你嘅真理，求你都幫助我哋在行動中持守不渝。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我們全心歸向上主。請眾感謝主，我哋嘅天主。這是理所當然的。主聖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時時歌頌你，實在理所當然嘅，並有助我哋獲得救恩。由於我哋嘅預志羔羊基督已經完成咗犧牲，今日我哋更當隆重咁讚美你，因為基督真係消除世罪嘅羔羊，
佢以自己嘅死亡消滅咗我哋嘅死亡，並以復活恢復咗我哋嘅生命。為此，普世萬民洋溢住復活嘅喜樂，踴躍歡騰。同時，天上嘅掌權者同埋大能嘅天使都同聲歌頌你嘅光榮，不停地歡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上主，你實在係神聖嘅，你係一切聖德嘅根源。因此，我哋求你派遣聖神，祝聖呢啲禮品，使成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聖體聖血。佢甘願捨身受難嘅時候，攞起麵餅，感謝咗你，將麵餅分開，交俾佢嘅門徒，咁樣話：你哋大家都去食，呢一個就係我嘅身體，將為你哋而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一杯葡萄酒，又感謝咗你，交俾佢嘅門徒，咁樣話：你哋大家去飲，呢一杯就係我嘅血，新而永久嘅盟約之血，將為你哋同埋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哋要咁樣做嚟紀念我。信德嘅奧蹟。救世的恩主，你藉着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求你拯救我們。上主，因此我哋紀念基督嘅聖死與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你使我哋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哋懇求你，使我哋在分享咗基督嘅聖體聖血之後，因聖神合而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嘅教會，我哋嘅教宗良，我哋嘅主教周樞機，以及全體教士，使佢哋在愛德中日趨完善。求你都垂念我哋嘅祖先同埋我哋嘅親戚朋友兄弟姊妹。佢哋懷着復活嘅希望而安息，並求你垂念所有去世嘅人，使佢哋享見你聖容嘅光輝。求你垂念我哋眾人，使我哋得與天主之母同精榮福瑪利亞、聖母嘅淨配聖若瑟、諸聖宗徒、中華信徒及證秀與真福諸聖，以及歷代孝愛你嘅全體聖人共享永生，並使我哋藉着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揚你。全能天主賦予一切崇敬同埋榮耀，藉着基督家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嘅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永遠。阿們。就讓我哋按照基督嘅教導，一齊向我哋嘅天父祈禱。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上主，我哋期待住永生嘅幸福同埋救主耶穌嘅來臨。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哋，因此我哋今世平安，使我哋仰賴你嘅仁慈，永久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主耶穌基督，你曾經對宗徒話：我將平安留俾你哋，將我平安賞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但睇你教會嘅信德，並按照你嘅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係天主，永生永王。阿們。願主嘅平安常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賜給我們平安。請看天主嘅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蒙召來赴聖宴嘅人係有福嘅。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愈。聖體。
主榮。主說：我是真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果實。阿利路亞。讓我哋神領聖體。好鍾意以主為基，以人為本呢8個字，更加鍾意嘅就係將佢擴充成為以主為基，成就新人新事，以人為本，共享萬世萬年。我哋應該從無限嘅神，即係基督嘅身上吸取到能量，用佢嘅眼睛去睇世界，用佢嘅心去愛世人。而呢個視野，呢種心境係超越所有嘅宗教、政治同埋一切制度嘅束縛同埋藩籬，超越一切。耶穌，求你嚟到我哋嘅心中，幫助我哋同你一齊去建設一個更完美嘅地球，更乾淨嘅世界，更人道嘅社會。我哋信你、望你同埋愛你。請大家祈禱。上主，請垂視你嘅子民，你以天上嘅奧蹟養育咗我哋，求你幫助我哋革除舊習，善道新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哋。阿們。彌撒禮成，阿利路亞，阿利路亞。感謝天主，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好啦，希望復活嘅基督祝福你同埋你嘅家庭、你嘅工作，幫助你戰勝一切嘅困難、化危為機。天主愛你，主佑。